来继续来看高雄大寮发生一件惊险的车祸，一台轿车违规停伫人行道，这个车后斗通出来车道，一个77岁太太驾汽车，为了要闪这台轿车，全小可骑歪倒边的车道，遐尔拄好，一台大货车驶到位，就甲这个太太骑到，骑到的一瞬间是惊险万分，讲敢若差10公分尔，太太就会夹落车骹，后车交过。可你家在，这个太太到尾也敢若骹切着伤。看到一台车停伫咧人行道，副驾驶座一个小姐落车，随着一个查某人骑车经过，去后壁一台大台货车撞到，当场摔倒，和大台货车离无到10公分，就安尼叫大台货车规个交过去。代志就发生伫咧9月初3下晡3点43，就伫咧高雄大寮区光明路二段和188市道路口。我来看车。当时去弄77岁姓宋的阿桑回到现场要来开机奥多麦。伊讲当时是要骑车去找朋友，来到这个路段时，伊知影后壁有大台车要驶来，不过无路通闪。后面甲我驶介紧，甲我咧望一个啊，我一台迄个轿车又打死我。被裤脚头虎乌青破皮，伊讲好你家在家己敢若皮肉伤，看到事发的路边有业宝红仔鸡店，佮有饮料店，附近的店家讲，这定定有车辆违停。是可以停在蓝线外啊，感觉是并排，人行道也会啊。那这一边的事故，人行道当时冇轿车违停，阿桑再叫后壁55岁吴先生驶的大台货车撞到。因闪避违停车辆，而与同向55岁吴姓男子驾驶之营翼引车发生碰撞。警察统计，事故路段为114年初到8月底，车辆违停检举就负100件。这一边的事故，违停车辆和正版的事故原因，会阁继续登登后续的鉴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